台铁CT 273正义火車第二部首係台灣鐵路後4最加計火車，這當中隧道100公里。民國68年鐵路天氣發告後出天時，一直到民國73年2月才正式出現，係台鐵最尾退休嘅老火車。退休過後，CT 273就一直變成民秀村站時，過後鐵路咪老台鐵大病嚟多年，長嚟5年。直到04年頭一擺復市，老火車嘛再個出現，鐵路文化還那就生命力。歸路個都可能到就當分火車嘅嘢，啲嘅重領，特別也都操到難嘅情況，也為地方帶來觀光經濟。不過認為靠卡到環保法規，少談嘅老火車嘛復市，是做得還是限量。所以無論係銀行、鐵路咪，也係地方政府。都望領做正義，老火車做得生態復市，來增加推翻觀光嘅認識力。都好係發動中古無黃面擦有無好過的時節，台鐵CT 273從下坡道後馬先體日嘅時節出發，早晨玉里火車站就本人客講到滿滿。仲夏寶島號，那我們也跟日本的這個山口號去做締結，所以今年這一趟也來了80幾位，大概有86位的這個日本的旅客。那我們也希望借由這一個蒸汽火車仲夏寶島號的開啟，能吸引更多的這個國外的旅客來到台灣來觀光。CT 273受塞灘的老火車嘛，係青島環鐵路的人的老情人，今年前兩那個喊佢做貴婦娜娜。這一款的蒸汽火車是效率最好，時速可以達到每小時100公里，這是當時在30年代跑最快的火車頭代表之一，因為它的鍋爐跟它整個車頭造型是非常優美，所以我們現代的鐵道迷都稱它為叫貴夫人。貴夫人已經82歲，搶回發通機就係一個太工廠。蒸汽火車出巡行駛的時候，都要有一組人，這組人大概有10個人左右，在路線行駛的過程就要隨時維持它煤炭燃燒。然後過程之中還要去加煤炭，然後行駛的過程中還要注意我們鍋爐裡面的水分夠不夠，所以要加煤加水。行駛後我們要把這些燃燒過後的鍋爐要清理乾淨，是非常費功夫的。這溫度有多高啊？溫度啊？溫度啊？對啊，平常在這邊工作，你說這個工作溫度啊？對啊。這個時間點的溫度差不多38、9度跑不掉。喺漸漸愛40度按高溫的查資地圖，見看到按啲表，時時愛添塞炭落去。開塞炭老火車係一種高溫高壓時間又長嘅工作，做得愛有熱情，沒有啲幾好寫。最重要嘅係愛有燒鑊爐嘅證照，當做得當年10幾年行過燒鑊爐嘅工作。太呀，82歲嘞。錯冇？你這種車按多歲？你咪很溫柔去司機啊！我等於拿1級鍋爐的證照嘛，鍋爐證照之後，我等轉來了。經過一段的訓練，我等指導老師讓我們審核過嘞，再總排再有。今年係台鐵CT 273韓國日本4571受塞灘的老火車結做寂寞嘅1周年。這也是日本鐵路公司馬等等員工來到台灣坐老火車體驗發動嘅好景色。初めてなんです。もう少し、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じんまりした感じで来たんですけど、
島はもしかしたら小さ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やっぱ大きいですね、ビッグ。日本的导游村上先生慢慢一天会讲，真欢喜做得大棚有安尼机会，做得推荐活动不仅本人的。在火点，对啊，好水好空气啊！我之前来台东的时候的，哇，天空也很漂亮，晚上也看星星，太美到我哇，真的很兴奋起来。对，所以希望那个很多日本客人来这边玩，对，希望感受到这边的风景、空气，还有这边的很多原住民朋友的很热情啊，都我蛮喜欢的，所以希望很多日本客人来做感受到那些我讲的那个这些美丽的。火车第一站来到富里面的故乡富里，一出站就谈到原住民唱得一定好听的歌曲来欢迎人下。蒸汽火车，一台火车差不多有80年的左右的历史。呢下因开呢火车主要的目的是来进行因地方的观光事业。当年的6月左右，佢会来行驶，睇三只礼拜，系拜六韩国拜日。每搭拜按开了车出来的时间，地方就是前闹热，大家都兴奋一样。台铁这2年也很有心了，它陆陆续续护持火车。今天这个火车意思不是只有铁道迷，因为你们看到很多日本人来，所以它对观光、教育，还有在文化资产保存上面各种意义，然后也可以亲子同游，所以说它是一个多面向的，那就是说也符合国际潮流。就睇人下下茶到了买东西翕相的时节，由于主人唔顾日头暗啦，睇日台下同路火车嘛加油，检查整体压力机、控烟查的情况。工作人员讲，服侍路火车挺辛苦，嘛挺有成就感。这种车的话，开起来比较有成就感，因为这种车是比较传统的。你像太鲁阁、普悠玛那种高科技，那好像小学生打电动。这种的都全部要看司机，师傅的专注，然后专业度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每次出来都是一个团队出来，对，资源部分至少都差不多4个，含师傅的部分大概都有4个，然后我们的主管会带着人出来，然后在检修的部分，他们也是一个团队，他们一个主管大概带4个技术人员，然后再帮我们沿路来维修的检查这个车子的状况。他不是常常出来，他可能1年只出来了几次，然后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有活动，然后顺便做训练的工作。池上乡长总有成就讲，嘅当时池上环保就系经过火车路，池上乡有个名嘅，张伟松下义讲，无人唔知，无人唔识，甚至行受到4天8下，故所对台铁的用心请认同。蒸汽火车在花东纵谷这条线是非常适合台湾旅游的，尤其是日本人对这一块是非常有情谊的。整个花莲、台东的地名都是日本名字。包括池上、关山、富里、玉里，这个都是日本的名字。所以说这一段那个蒸汽火车呢，我们建议应该是在假日或者说暑假、寒暑假能够定期的开放有这样一个固定列车，尤其在暑假，这个带动整个花莲、台东纵谷的这个观光的商机是非常大。大棚夜拜路火车这个行驶，将会有很多的人下，尤其必须留了。作家刘克祥所写的传说当中，无法度许多的火车头、西站，比草地的草地带来的观光下。就是我明明在公路上，然后也很多报道，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有可能我找不到？那一天他可能停靠站，搞不好才2班、3班这样。那当然，当有蒸汽火车经过的时候，带来了观光客，然后让这个地方也很活跃，大家也发现，台湾真的好美哦。当对新竹来到推动坐路火车的历史动讲，头摆拢系坐小石滩的路火车，轨道推动去看家家公，一下其实做阿公的坐路火车，叫万喜记，做生意时节只谢谢的心情。
真的很怀念黑炭啦，还有热得要死啦，那些都是一种回忆。坐那个旧火车哈，风啊摇啊，没有冷气，你知道，有个是抹冷气啊，冬天呢，啊有个黑烟又满头，整个都很不舒服。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呢，有冷气哦，抹空中了。嘿，错，2年风景都好，我们一定还会回来台东玩。落火柴这个行市做得为地方带来观光经济，不过在以为环保的法规，受沙滩的落火柴嘛，常做得10几年嘞，很少的价格效益，地方人士希望做得变宽。我们要考虑到环保的这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排放的这个黑烟啊，刚刚好就是在环保的标准的边缘。那为了让这一个两者之间能够取得平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蒸汽机车，它的年纪毕竟比较大了，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常态的这个行驶。全台湾1年365天，没有 PM2.5， 没有空气污染的地方，就是花莲台东，那你说一列火车烧一些煤，然后会影响空气污染吗？这个是太小题大做了吧？日本人家那个蒸汽火车一直在开，也没有这个问题啊。你其他的污染源，重大的污染源，大的烟囱少管一支就够了。就是因为茶标有限，故所明白落火柴的行的时间。总是下青岛的铁塔米归路的决定器，唔是衰唔是实，那新买的就是要拖到佢最强的国土。因为蒸汽机关车是外燃机，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动作，那种动作就是一种韵律，就好像说今天有人喜欢看舞蹈，喜欢看足球，那对我们铁道迷来讲，火车在跑，那个机关在走，就很像一种很协调的舞蹈，也是一种韵律，所以我们就是要抓那个神韵。火车过去的时候，有烟，有蒸汽。然后有声音，最好是鸣笛，这就是我们想要追的。下晝3點44分，終點站台中火車站到位。叫嘅幾年嘅火車行程嘛結束嘅，這位幾年嘅老火車嘛漂嘢，會好好嘅檢查保養。聽講日行會做幾年嘅咧。早晨9點，從下報道後，會再出發上班。由於來往玉里韓國台東的鐵路公共里程，查當紅的工作人員明日的工作時間異常，聽命請做得睇查詢地圖了一下。為安上嘛，就會希望行程順利，大家搞到有福氣。這個都10幾個小時，差不多快10個小時。他們停的時間也比較久啊，每一站都停比較久。平常都很快，一下就到了啊。一下就到台東啊。這種感覺是比較辛苦，還是說其實很開心？開心吶，因為就是不一樣啊。不一樣在什麼地方？不一樣就是客人比較好啊，比較活潑啊。帶這一台車辛苦吧？其實還蠻累的，因為像昨天一整趟從玉里直程到台東，我這樣就走了17000步左右。那回到宿舍以後，從6點睡到今天早上6點。其實包含機務、包含運務，甚至包含很多幕後人員，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多，甚至有動員到各種的宣傳，其實真的是不計其數。但是其實大家的心情跟想法都是一樣，都希望這樣的活動能夠順利。今日出發，CT273從下報道後10里口嘅車站，就會結束也嘅一天親民100嘅行程。無論係人客、鐵路迷，也係地方政府能知道，搞到唔定驗。今天這個 CT273出門，你看還能坐着小巴，還能包計程車，沿路這麼多人，然後還造成交通阻塞，代表什麼？大家喜歡嗎？喜歡，這是一個文化。那我是覺得說，借由鐵道文化，把整個國民的文化底蘊往上提升。然後這是一個軟實力，那也代表說台灣的交通事業科技，我們在100年前台灣就是有很好的鐵路交通系統，然後我們可以傳承到現在。
落火茶这个行市除了做得建设跟保存文化资产以外，还做得传承操作落火茶的技术，还有观光韩国教育的意义。落火茶就会始终有利的结束也一季的里程。我哋希望过去年再个见面，大家还那希望落火茶平常就做得使出来。安尼铁道文化、韩国人才，大家当地好详细的气氛，将会发展做推广观光的软实力。